伫过去有机会甲一寡青年咧互动谈论的对话的过程中间，有一寡互我印象较深刻的对话交流，这青年嘛是真心实。有个青年伊安尼问讲：牧师若是讲要过真正的信仰的生活，敢着一定爱来参加主日礼拜，还是讲参加教会服侍？因为我最近我咧实验讲，看敢会当透过我家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来维持即个信仰的生活。因为我咧想讲，如果无教会的生活，敢着无法度去维持我的信仰的生活吗？可能咱的兄姊妹嘛有捌听过有人咧讲，伊讲今日咱若无法度去教会咱着伫厝过教会的生活。因为安怎？因为教会就是人组成的嘛，所以无论伫啥物款的所在，咱拢会当过教会的生活。毕竟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是讲咱敢需要真正伫特定的一日？去到一个伫建筑物的内面，才算做是过教会的生活。若是安尼敢会即个信仰敢会伤过教条啦吼？当然有时阵要回答即种的问题，的确毋是真简单。因为伫即个时代，咱讲教条式的教导并毋是遮尔简单就会被接受。科学家爱因斯坦伊本来是一个对教会有偏见的人，总是伊讲，就伫即个纳粹伫德国为非作歹的时阵，伊讲伊看到一群人伫主日拢会去到伫教会虔诚为着德国来祈祷的时阵，有一日伊伫会场的面前，伊流着目屎讲，伊讲我误会教会啊！伫圣经的中间教导咱讲，对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接受基督的迄点开始，咱就成做上帝的囝儿；也伫迄点的开始，咱成做上帝国度即个家族的成员。所以有时阵，咱若想要伫教会实体的组织以外，要过教会的生活，伫真侪人的生命经验中间，这可能毋是一项处理咱生活的代志的一个概念吼。因为咱好通来想的是，如果咱要讲无去教会做礼拜，有缘会当算作是教会的生活，咱敢会亲像安尼来看待咱伫生活中其他的领域？亲爱兄弟，如果后一遍你要计划一个家庭的旅游的时阵，你伫出发以前，你甲你的太太讲：“亲爱，我今日要一个人去山顶露营旅行，来当作是咱的家庭的时间。毋过你毋免烦恼，当我甲咱的狗做伙伫山顶食到即个烘肉的时阵，我会想到你甲咱的囝。这应该是当作咱的家庭的时间啦吼。所以咱无需要想过教条式的生活啦。是如果你有即个想法，就是我无法度去看我查某囝伫台顶的演出，毋过袂要紧。顶礼拜伊伫村练习的时阵我有看到啦。这就当作我有去看到伊的表演啦。如果你有安尼的想法，可能只有得到安尼的结论，就是你若无开时间陪伴你的牵手，伫个眼内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安怎？伊无重要。如果你无开时间去陪伴你的囝儿，伫个眼内，伊嘛只有感觉我无重要。如果你常常对你的朋友，咱讲放粉鸟放鸽子啦伫你的朋友眼内嘛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安怎？你无重要。有名的即个电视的节目的即个主持人咱讲即个欧普拉伊讲，如果伫一礼拜中间，你无有时间甲厝里的人相处一个暗暝，至少1点钟的时间，安尼家庭就毋是你注意的事。因为正常的囝儿、正常的爸母会伫家庭的中间，甲囝儿、甲爸母、甲兄弟姊妹互动，然后透过
伫厝内彼此服侍的这个经验，成长成做一个健全的人。信仰的生活应该嘛无例外，就是咱伫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庭的中间，服侍上帝，也甲兄弟姊妹彼此来团契，透过伫教会中间服侍的经验来成长，成做一个健全的基督徒。伫以赛亚书的58章13节到14节中间，有提到两个真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看安息日做通欢喜的日；第二个是对上帝来得到喜乐。相信全是牧师伫牧会的过程中间，拢期待也毋望讲来建立一间喜乐的教会。毋望当咱兄弟姊妹来到教会时，咱想到的拢是喜乐的事；也当咱参与伫服侍中间，嘛同款是抱着一个喜乐的心。所以伫教会中间，咱讲咱是照着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家己属灵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伫以弗所书的第4章11节到12节，伊则讲。伊所赏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为着要互圣徒招庇，来做找用的工，起造基督的身体。有一本册，伊的名叫做《肢体的生活》，伊将这4个元素的积分来披露，成做是咱身躯内底4个大的系统。伊讲使徒就是咱的骨骼的系统。身体的主要就是这个骨架，伊讲使徒就是建立这个骨架来设立这个教会，然后先知呢，伊是称做圣经的系统来领受并且传达大脑的命令，因为着教会来订立这个次序，然后这个传福音的，伊是一个消化的系统。吸收外在的食物来食做身躯的一部分吼，传扬福音，互未信者的来食做教会内面的一部分。这个牧师甲先生呢，伊是一个循环的系统，就是讲会将这个营养传到规身躯吼，就是用上帝话来喂养所有的兄弟姊妹。当然，这是一个作者伊的披露的方式来说明，毋是遮尔完全的准确，总是会当互咱理解。毋过，若是要问讲，倒一个系统较重要的时，咱敢有一个答案讲，倒一个系统较重要？相信咱拢知吼，伫其中无有上重要，也是较无重要的系统，只是无共的系统伫身躯的内面安怎分别去担当因家己的责任。伫以弗所书，咱拄则读4章的12节，伊则提到讲，做车的就是要互圣徒招庇，和合本的翻译叫做成全圣徒吼。发现咱的恩赐，然后善用咱的恩赐，是咱服侍的起点。所以，如果伫教会中间，咱已经找到适合咱家己恩赐的所在，咱就掠这个服侍做尽忠。不过，咱的服侍中间，并毋是用时间来做中心。属灵的服侍，事实上是用关系来做中心。因为咱的时间的目的甲本质，是要互兄弟姊妹来彼此服侍。伫时间的中间，有一个真大的限制，就是自我的满足，毋是咱的满足张了吼。若是咱要将家己的恩赐甲才调运用伫适合的时间顶面，相信拢会为着咱带来迄种的满足甲喜乐的感受。因为恩赐这个字的本身就带有喜乐甲欢喜的意思，也就是当咱参与伫甲家己的恩赐相合的时间的时阵，每一个人你拢会感受到迄个喜乐甲欢喜。总是咱的服侍，毋是掠满足家己来做目的，咱的服侍是要互咱的兄弟姊妹透过咱的服侍来得到利益。有特别有同款的恩赐，会同工做伙服侍的过程中间，
若是看到咱做伙服侍当中，伊的温数被开发，也是得到发展时阵，甚至有一天，这个当工伊伫事工的顶面的表现比咱较优秀的时阵，安尼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服侍。所以嘛，因为安尼，咱伫事工的顶面，咱其实是需要随时来关心咱的同工，也来思考讲要安怎来补足伊的不足，互同工的温数会当完全来发挥来运用。总是嘛有一种的可能，就是当咱的同工伫温数的顶面较优秀，甚至掠家己比别人较优秀的时阵，这种的服侍态度，就会互咱落入去试探的中间。所以，如果是安尼，咱就爱详细来思考，要安怎来改变这款的情况，来达到咱讲合宜的服侍。所以，伫经文的中间，这个成全交臂是非常重要，咱爱去看重。咱的服侍是望这个被服侍的人会当透过咱的帮赞来达到咱讲交臂完全的地步。所以，服侍者其实嘛爱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的心态。如果你无经历过这种属灵成长的稳定的人，一开始你若是踏入去教会的服侍时阵，有可能伊最后感受到的只不过是落落尔定。有一寡教会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讲要参与服侍的人，上好是已经接受过洗礼的兄弟姊妹。当然有时阵，咱会想讲借着一款的方式，譬如讲，或者未信者伫教会内底，互因参与什么款的事工，有机会踏入来教会内面。这毋是毋通做的事，总是拄则讲过的是，这个服侍的本质其实是彼此来建立关系。所以，咱嘛会当甲这未信者的兄弟姊妹，透过建立关系来互因入捌教会，总是咱爱真细腻、真谨慎来使用这款的方式。因为当伊也未领受到这种属灵的成长的时阵，最后换来有可能只是劳苦甲埋怨。所以会造成这种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人可能也未了解服侍的本质以及这服侍的意义。伫圣经的中间有提起到执事的这个原文吼 ，diakonos 这个字常常也来翻译做执事。当然有时阵是用来指着上帝的罗卜，也是讲军队耶稣的军队者服侍伊的人。这个字有两个字眼来合起来吼。这个diakos就是咱讲跑腿办事吼，替人咧走出走入咧办代志。第二个可尼这是拖刷的意思，意思就是讲吼。安尼无用行出行入，无用甲规个拢做营业安尼啦吼，走来走去，替人咧办代志，办甲规间厝的即个拖刷吼，拢做营业安尼吼。所以即两个字合起来，就是真稳群来办代志，然后伫初代教会中间，这事也是逐项咱讲这份的称呼，也是上有代表性的这份。不过，教会中间所有的职分，拢是服侍的职分，毋是地位的象征。这位的受务是互一个人来积极参与的服侍，所以领受这回人，其实是需要屈下家己来服侍咱的正兄弟姊妹。伫咱今日所读希伯来书的第10章，伊提醒咱。当咱进入教会了后，20伊讲，得用真诚的心、坚决的心、清气无亏欠的良心，甲清水洗过的身躯来亲近上帝。真诚的心、坚定的信心，也分别做成来亲近上帝。这是要互咱24节讲，互咱互相关心。通激励、相听、甲做好事，
所以伫25节咱要做伙来25节，咱做伙来读好无？看会到做伙来读，请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因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搁较着安尼。伊讲，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其实就是咧建立基督的身躯。教会若是被建立起来，教会就会真做伊应该有的款式。伫即个时阵，教会也会真做咱讲世界的愿望。所以，当咱参与伫服侍的中间时阵，咱应该要问的问题是：透过咱的服侍，会友敢有被坚固？透过咱的服侍，咱的会友敢有被建立？建立毋是单纯讲建立一个组织。最后，伫咱其实是爱互伫教会内底的兄弟姊妹，哪来哪成熟，哪来哪完全。教会事工最后是要透过着教会肢体来彼此来成就。所以，当每一个兄弟姊妹学习亲像耶稣基督有耶稣的款式的时阵，咱的教会就会被建立。上帝的旨意就会透过着咱伫生活中间的每一个场合来彰显出来。有一位美国即个参议院的即个义牧夏维信牧师啦吼，伊讲伊捌伫华盛顿的一间教会咧牧会时，有一日伊出去到华盛顿以外的地区来出差开会。当伊坐飞机转来时阵，伊想要对飞机的窗仔口来看伊家己的教会。结果因为即个改变路线，差不多本来伫要看到教会时阵，伊讲伊无看到教会，总是伊颠倒看到即个白宫啦，还是讲儿童的病院，还是国防的大楼，还是讲Georgetown的大学。伫迄点，伊常常想起着讲伫遮建筑物顶面上班的兄弟姊妹，教会的同工。所以伊讲伊常常来醒悟，教会并毋是伫某一条道路的顶面尔定，就是既然伊所牧养，既然伫迄间教会所参与的兄弟姊妹，因所徛起因上班的所在，也是即个牧师的教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教会敬拜上帝，咱得到上帝的话语的训练培训，拢通去重新来得到开力，伫咱逐人所徛起的区域、家庭、工作的中间，伫逐所在为着福音来发光，这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所以，伫咱正兄弟姊妹服侍，咱更加看重的是坚固彼此的信仰。疫情为着咱的生活带来侪形态的改变、观念的改变，甚至是信仰观念的改变。咱咧想，当咱改变咱的生活的形态的目的是安怎？其实是要互咱有维持更较健康的身体嘛。所以，当咱的信仰的观念在改变的时阵，咱咧想的是毋是有互咱的信仰的观念更较健康？当然，常常我咧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线顶就会当听讲道，为什么兄弟姊妹要来教会？所以我家己得到的答案是安尼：第一是敬拜而乐。即当咱敬拜的时阵，咱会当感受到上帝临在，这是一个真重要的礼拜的仪式。所以教会借着敬拜而乐，会来起造祭坛来献上咱感恩而乐的祭。伫出埃及记的29章42节，伊提到讲：恁世世代代着照时伫会幕的入口献烧化祭，互上主。我要伫遐甲恁相会，甲你讲话。所以透过献祭，上帝要甲咱相拄，要甲咱讲话。我想来到教会，实际参与着教会的敬拜，甲咱透过电脑来参与敬拜，其实是有真大的差别甲感受。第二就是彼此的祈祷甲服侍。虽然咱讲代祷，咱伫随时什么所在，拢会通彼此来代祷，
总是当来到教会时阵，牧师、牧者，咱的中职同工，为着你的需要来甲你看手祈祷。当兄弟姊妹看到你的手来替你的需要来交托上帝时，我想这种款的三角的陪伴是无通取代的。所以当来到教会时，咱要搁一遍借着彼此的服侍，借着伫教会无共的恩赐来领受着上帝对咱兄弟姊妹的疼。请咱甲边的兄弟讲，上帝要借着你为着教会带来祝福。是啊，上帝要借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为着教会带来祝福。第三，也是上重要的，就是透过甲属灵的厝咧家庭的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也进一步甲上帝来建立亲密的关系。当然，当咱伫礼拜中间，咱注重伫上帝的话语，也注重伫即个领受教导。伫咱的信仰个别内面，伫使徒圣经有提到着圣徒的相通。使徒圣经大约是主后第6甲第7世纪基本来定型，被写入咱已经念1400几年的信仰个别，所以当这个元素被写入去信仰个别内面，就表示讲伫信仰的经验顶面，这个圣徒的相通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当咱来到教会时阵，兄弟姊妹彼此的互动，也是圣徒相通真重要的一部分。另外一种的圣徒的相通，就是生活伫无共的时代环境的基督圣徒，共同参与伫一个延续性的事工的顶面。譬如讲，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有可能你的老爸老母，也是你的阿公阿嬷，捌参与去做无共时期的富强教会。总是现在咱就是参与伫富强教会的这个时期，这嘛是一种真特别的圣徒的相通，就是通好伫无共的时代顶面，总是继续参与伫一个教会的圣工的内面。教会公布的事工嘛是进行已经将近140冬的时期，正做21世纪的基督徒，牧师要邀请咱来做伙来参与这个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一个真重要有意义的事工。因为相信，若毋是出自上帝的计划，咱现代的圣徒要安怎甲过去历代的圣徒，譬如讲巴克的牧师，譬如讲甘威林牧师等等这的宣教师，咱做伙甲因有份参与伫这个持续140年重要的事工的顶面。所以接下来要有一小段时间，要邀请咱来看这个教会公布的影片，互咱来了解到教会公布因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讲因这几年所咧发展的事工，互咱会当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因为我报